歡迎嚟到矽谷雜誌。你有冇諗過有一日路面上嘅車、的士、巴士都唔需要再有司機，甚至路面上行駛嘅車都唔需要再有軚盤？呢一切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實現。Tesla 嘅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就係實現呢個未來嘅重要一步。Elon Musk 曾經話呢項技術將會徹底改變全球嘅交通方式、城市規劃及經濟結構。今日我哋就會深入探討 Tesla 嘅自動駕駛同 Robotaxi，睇下佢係如何改變我哋嘅生活。睇到最後，你可能會對未來充滿期待。不過有一樣嘢好肯定，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嘅出現會係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嘅轉折。隨住 Tesla Robotaxi 嘅推出，交通模式將會發生革命性嘅改變。首先 Tesla 嘅 Robotaxi 目標係提供超低成本嘅交通服務。現時如果你搭 Uber 或者的士，人工嘅成本會係最大嘅開支，佔咗總成本嘅50%至60%。但係 Robotaxi 完全唔需要司機，人工成本直接清零。Robotaxi 每公里嘅成本有機會低至0.2至0.5美金，甚至比政府補貼嘅巴士更加平。Tesla 喺 Austin 試點計劃中，短途搭乘每次只需要4.2美金，而同樣路程嘅 Uber可能需要10到20美金。Tesla 正計劃推出專為 Robotaxi 設計嘅 Cybercar， 一款2人座位、完全冇軚盤同油門嘅車，專注於降低生產同營運成本，甚至有機會令每部車嘅成本壓低至少於3萬美金。雖然 Tesla 嘅競爭對手 Waymo 目前收費每公里1.5至2美金，但係 Tesla 嘅電動車技術、垂直整合生產同埋規模效應，令佢有潛力進一步壓低成本，未來有機會成為市場上最平嘅選擇。未來嘅 Robotaxi 能夠提供全天候、隨時隨地嘅交通服務，尤其對於深夜或者清晨嘅旅客特別有用。Robotaxi 可以全年無休，滿足任何時段嘅需求。Tesla 亦採用類似 Uber 嘅 App， 乘客可以即時叫車，同時追蹤車輛位置。Tesla 目前已經喺 Austin 推出試點計劃，初期只有大概10至20部車運行，並限制於指定嘅區域裡面。但係 Tesla 計劃喺2026前將服務擴展至洛杉磯、舊金山，長遠目標係全球覆蓋，包括現時缺乏交通服務嘅鄉郊地方。相比之下 Waymo 目前喺美國4個城市營運大概1500部車，每星期提供大約25萬次服務，規模相對有限。但係 Tesla 每年生產量有望喺2025年達到300萬部車。如果成功推出車主加 Robotaxi 網絡， Tesla 有潛力成為行業嘅領導者。Tesla 嘅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唔單止會令交通成本下降，仲有望徹底改變我哋對車輛擁有嘅概念。喺傳統模式裏面，一個家庭可能需要多一部車，以應付每日唔同成員嘅需求。自動駕駛技術將會改變呢一切。自動駕駛令到車輛利用率大幅提升，例如喺一個家庭裏面，自動駕駛朝頭早可以分別載父母返工、小朋友返學，最後喺唔同嘅時間、唔同地點接所有人返屋企。呢一個模式令到一部車可以服務家庭中唔同嘅成員，唔需要再買多一部車。事實上，現時私人車輛大部分時間都係喺閒置嘅狀態。根據數據，私人車平均每日只有5% 嘅時間真正係使用，而其餘95% 嘅時間都係停泊喺停車場。但 Robotaxi 或者配備自動駕駛嘅車，佢可以不斷接載乘客或者完成任務，利用率自然高好多。喺城市嘅層面，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嘅普及，亦都會大幅減少私人車嘅數量。自動駕駛有望大幅提升道路安全。根據統計，現時94% 嘅交通意外係由人為錯誤造成，例如分心駕駛、酒後駕駛、瞌眼瞓等等。但係 FSD 自動駕駛利用 AI 嘅技術，能夠大大減低呢啲問題。Elon Musk 聲稱 Tesla 嘅 FSD 系統可能比人類駕駛安全10倍。根據 Tesla 嘅數據，喺2025年第一季度 FSD 系統每760萬英里只發生一次車禍，而人類駕駛平均每120萬英里就會發生一次。另外 FSD 系統可以360度探測路上嘅行人同單車騎士，減少城市中行人死亡嘅機會。再加上 Tesla 嘅軟件會不斷透過無線更新不斷進化，令系統更加聰明。當然 Tesla 仍然面對一定嘅挑戰，例如 FSD 系統喺惡劣天氣下嘅表現，以及公眾對自動駕駛技術嘅信任，都係 Tesla 需要解決嘅問題。但從長遠嚟睇，如果可以實現全面嘅自動駕駛，以美國作為例子，每年可以減少高達5萬人因為車禍而喪生。
Tesla 嘅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唔單止會改變交通模式，仲會深遠影響城市規劃同基建。喺呢個部分，我哋會探討3個重點：點樣減少交通擠塞，點樣釋放城市空間，仲有點樣改變房地產市場。Robotaxi 嘅高效共享模式令每部車可以服務多個乘客，而唔似私人汽車咁樣大部分時間都係閒置。研究顯示，一部 Robotaxi 可以取代5至10部私人車，令道路上嘅車輛總數大幅減少。例如 Tesla 喺 Austin 嘅試點計劃，如果擴展至全市規模，有機會令全市嘅汽車里程減少20%至30%。長遠嚟講，如果 Robotaxi 喺城市嘅滲透率達到50% 以上，交通擠塞可以減少30至50%。呢個改變唔單止可以縮短通勤嘅時間，亦都令城市生活更加宜居。第二個重點係重新利用城市空間。你有冇諗過喺城市裏面停車場同停車位佔咗幾多空間？根據研究，美國城市有15% 至30% 嘅土地都係為汽車準備嘅。例如 Austin 嘅停車場就佔咗接近20% 嘅城市土地。但喺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普及之後，呢啲停車場將唔再需要，因為 Robotaxi 可以24小時運行，喺唔需要載客嘅時候返充電站，而配備自動駕駛嘅私人車可以自己返屋企，唔需要長時間停泊喺城市嘅停車場。而呢啲釋放出嚟嘅空間可以用嚟建設更有價值嘅設施，例如住宅、商業中心或者公共設施。第3個重點係房地產市場嘅改變。隨住停車場同汽車相關嘅設施需求減少，呢啲地段將有潛力成為高價值嘅開發用地。例如 Austin 市中心一個用作停車場嘅1英畝土地，原本只係值500至1000萬美金，但如果轉型為高密度住宅或者商業設施，呢一塊嘅土地嘅價值可以升到2000至3000萬美金。另外，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將會大幅擴大通勤嘅範圍。對於遠離城市核心嘅郊區地產，呢個改變可能令佢哋變得更加吸引，因為通勤嘅時間仲有一個大問題，人類未來未必需要集中喺市中心地帶，城市核心嘅地產嘅需求將會降低，人口會向核心地區以外擴散。我哋下一集會繼續同大家探討 Tesla、Robotaxi 同自動駕駛會點樣改變經濟同埋我哋嘅生活方式。Tesla 嘅 Robotaxi 同自動駕駛係改變世界嘅關鍵技術，帶嚟更平、更快、更安全嘅交通體驗。不過要實現呢個未來，仲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，例如技術安全、政策法規同社會接受程度。你又點睇 Tesla 嘅 Robotaxi？ 你會唔會考慮搭？你認為自動駕駛同 Robotaxi 幾時先會普及呢？喺下面留言話我哋知啦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集再見。